大乡村德高花文化节伫台南客家热烈开始咯，每礼拜嘛拢丰富的表演活动，这是春天才有的美景。一年一摆客家德高花文化节正式开幕，今年已经举办第12年，每一年拢会请真侪游客来这赏花。今年德高花景观区拢总有2.6公顷，在这种无共色的品种，和花海加正水。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开花了，很漂亮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，花期会比较慢，但是并不影响后续我们花盛开的盛况。每一年文化节为着要推广德高花的水，拢会举办画图比赛，邀请介意画图的大人囡仔来客家记录德高花的美丽。我们有 DIY 就是咱的手提袋、麻布手提袋的 DIY， 也有那个铺满DIY。丰富趣味活动，欢迎民众来这到热烈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